再來看新竹往竹東的這條快速道路呢，是有一台車過讓去，不過煞唔願叫人來拖，而且在現場也無放這個警告的這個標誌。有人是好心提醒講愛甲車駛去別位，也唔過這個駕駛呢，唔但是拒絕，而且佫硬甲車駛走，這台車就安尼沿路衝煙，互人看到是心驚驚。路邊停一台已經破爛的車，也無放警告標誌，看起來足危險。有民眾佇快速道路看到舊車停在路邊，想要落車鬥三工，但駕駛拒絕，佮繼續駛，就安尼規路哪駛哪衝煙，駛佇快速道路頂懸。他講說，這個車輛有占用到車道，這邊是沒有路肩的路段，你的車可能要先一次到安全處所。然後他就說他有叫免費拖吊，很生氣的就直接把車開了就，後輪爆開，把車開了就跑，然後我們在後面看，他就是整路輪胎都是冒煙的。警方指出，民眾駛車若是出現車輛故障，需要暫時停在路邊，依照規定，駕駛愛佇車後壁80公尺以上的所在放警告標誌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，若無會罰1500到3000塊。如遇車輛故障而暫時停放路肩時，應將車輛盡可能緊靠路肩右側，並於故障車輛後方80公尺以上設置警告標示，以提醒後方來車的駕駛。警方也提醒民眾，故障的車閣繼續駛，若危害家己的安全，嘛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。提醒若是拄到車害去，千萬袂當繼續駛，則袂造成危險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